约翰福音第15章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较侪果子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恁着甲我结连，我就甲恁结连。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恁若无甲我结连，嘛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。会结真侪果子，无我，恁袂当做甚物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，互人捡规堆，迄落火烧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，恁无论爱甚物，求就互恁实现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，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。亲像爸有疼我，我嘛有疼恁。恁着踮伫我的疼内面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会踮伫我的疼内面，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踮伫伊的疼内面。我甲恁讲遮的代志，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，佮互恁的欢喜满满，亲像我有疼恁，恁着相疼。这是我的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无比这较大的疼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无搁叫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主人在做甚物。但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到的，拢有甲恁讲啦。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竞选恁，任命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佮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。安尼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甚物，伊会互恁。这是我互恁的命令，恁着相听。世间人若怨恨恁，就知因怨恨恁以前，先怨恨我啦。恁若属这世间，世间人会看恁做家己的人，听恁。不过，我已经对世间甲恁竞选出来，恁毋是属这世间，因为安尼，世间人怨恨恁，就记得我甲恁讲的话。奴仆袂比主人较大，世间人若迫害我，嘛会迫害恁；因若遵守我的话，嘛会遵守恁的话。不过，为着我的缘故，因为对恁做遮的隆重的代志，因为因毋捌找我来迄位，我若无来，无甲因讲，因就无做。不过，因现在无法度通为着家己的罪辩解，怨恨我的人，嘛怨恨我的爸。我伫因中间，若无做别人毋捌做的代志，因就无做。现在因有看到我的所做，要求怨恨我甲我的爸。这是要实现因的律法所记载的话。因无缘无故怨恨我。我要对爸遐找一位伪造者来恁遮，伊就是对爸遐来迄位启示真理的神。伊来的时会为着我作证，恁嘛着为着我作证，因为恁对开始就甲我做伙。